It's hard to be alive when you're not here. It's hard to be alright when you're not here. 喂，又翻嚟啊！今日係重慶 City Walk 咯，好似翻咗香港咁啊！我哋其實冇咩特別安排嘅，因為我哋都係臨時嚟重慶啊嘛，咁啊，基本上今日行下啲乜步行街食下嘢咯，冇咩其他行程。跟住聽日有得整熱水爐啦，佢通知我哋，咁啊，聽日就走咯，咁今日就行下街咯。大哥，这个是啥的？土豆泥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是哪一家的？前面新加坡土豆泥哦，贵吗，10块钱的一个大哎呀份。，好像不错的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前面，对，好的。招牌土豆泥。哦。怎么吃的？有手上拿着就可以吃哦，是整个？挺嫩的，一扯就是几块了。这小的，哎，对对对，大的多大的？大的是那一种稍微大一点。这个是大的。那我现点就现做吗？哎，这做不出来啊，一做至少要1个小时以上，才知道。哦，了解。我来尝一下。我想一下。So many thing 啊，好多 thing 啊。里面来一个嘛，尝一下嘛，很好吃的，高兴吃吧，很好吃的。好，谢谢。全场手机壳19元起，买2送1。脆脆地喎。那呀，一碗。38。38一碗。对。好嘞。雖然呢兩隻強，但係太多了吧？38蚊太多了吧？一份。谢谢。那个想问一下，我想找面吃，有没有哪一家吃面的好吃？面条。是啊，对。对呀，好想要的呀。哦，好的，在左边吗？哦，就这里。好的。也有面。好的。而家周圍行下。咩嚟㗎？咩嚟㗎？俾啖我試下。我依家不停咁試食。夠高。老婆。都可以到里面请茶嘛，都可以往里面走。我冇查晒，咁大嚿嘅呢個試食。都可以到里面來，都可以往里面走，這個往里面走。食得，開吃。3個9，搞下佢先係嘛？有凍有熱㗎。咩啊？有凍有熱。有凍有熱㗎？後邊有人。我明喎。幾好食，3個9嚟講。搞咩啊？得咯。你先緊嘅。接受唔到。係啊。掩飾接受。搞咩啊，大哥，唔好玩隻狗啊！呢個唔 OK。慘啊！ I just can。姐，好吃嗎？贵吗？
18塊。哦，好啲。我樣似唔似遊客？似唔似啊？水魚。你嘅水魚，我第一次見咁樣一樽樽火鍋底料賣咯。走啊！睇下其他嘢，肚餓啊！行完一個步行街嗰啲咩美食街，依家行第二個，跟住依家又繼續入去食嘢啊 ！Go！ 行啦！Go go go！ 雖然咧佢睇落差唔多啦，但係咧啱啱嗰度係叫 B 區咯，呢度係 A 區咯，A 區咯。好啊，我哋又入去行街食嘢睇下。Yeah， go。你好，很高興有這款遊戲。这边还有其他的味儿，这是荞麦的，这边是玉米的，下面咸有味的，这个就是牛肉的，荞麦牛肉的。1分糖。这要一个吗？这是什么味道呢？这是牛肉味，还有其他的味道，下面标的有，您可以尝尝。这是荞麦的，这边也有燕麦。都 OK。你要吃什么？是麻花，好多麻花喎呢度。哇！好啦，出晒汗，啱抹完汗。好啦。我哋都唔係特別食得辣嘅人。唉。但係嚟重慶要試下辣火鍋吧。都係要食下。食嘢先，再講。嗰個開始辣嗰個位就係食嗰啲蔬菜。嗰啲土豆絲、啲芽菜嗰啲嘢。係因為抌咗一大紮土豆絲同芽菜，你辣嗰邊。佢一索嗰啲辣油咧，嗰啲特別索啲辣油好辣啊！真係。我叫一個微辣，小辣啊！加油！抹下啲汗咯。本身咧都唔係好辣嘅，咁你都知啦，我廣東辣王，從來都未驚過。但係咧，嗰啲椒麻同埋啲辣椒，溝喺嗰啲土豆絲啊、咩芽菜嗰啲嘢度咧，再索晒啲油咧，一嘢懟落個口咧，真係流晒汗，食到我眼淚鼻涕一齊流。覺得我有件紙㗎。搞不掂，廣東辣王都搞唔掂呢單嘢。所以我哋依家全程淨係食緊嗰個番茄喎，一般。好彩有叫番茄湯，如果唔係成個煲都唔使食。走啊，食飽啊！我覺得食完仲攰過未食，好似消耗咗好多體力咁啊！食呢餐飯，佢唔係好辣，其實即係主要係我今日狀態唔好，因為我廣東辣王未驚過，雖然我食到滴晒汗，但係其實唔係好辣 ，OK 嘅。你問我咧，其實好普通，我覺得。認真講嘅，呢個就唔係講笑。我普普通通啫喎，即係啱啱嗰間店。因為我都係中意，即係好似喺廣東打邊爐嗰種咧，即係你食材係食到鮮味，
但係咧佢嗰啲係嗰啲濃湯，其實你淨係食嗰啲湯嘅味咯。係咪因為太辣就係你食唔出？梗唔係啊！麻木咗。我廣東辣王，我覺得普普通通啫喎，認真呢個打邊爐算係今日食到嘅，就咁啦。喂，跟住我哋依家去到江邊咧，睇咩咧？睇嗰個洪崖洞啊，即係大家成日都上網啲人見到 post 嗰個咧，咩千與千尋嗰個咧，類似就係我哋去過睇夜景咯，就喺對面。不過依家佢未開燈咯，依家開晒燈啦，超級多人咯！我想講呢度勁多人喺度影相咯。跟住咧，呢度係一個沿岸啦、橋底咁樣咯，對面就係嗰個洪崖洞個景區咯。佢咧依家條橋係未開燈㗎，但係咧條橋好似話7點幾定8點咧會再開埋燈咯。我哋就應該差唔多啊，即係我哋嚟體驗下咯，然後因為好大風啊，我哋依家就差唔多啦。